万军的上帝啊，求你倒转对天压落看，照顾即丛葡萄树，保护你正手所栽的，甲你为家己所坚固的基。万军的上帝耶和华啊，互阮倒转，互你的面发出光，阮就得着救。诗歌305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我的心神你着唱歌。我老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下。我老全能主上帝，请起立。这是咱犹原徛伫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信心投胎，伫在西鲁玛利亚出世，丢比罗多人来受苦，定死日价，死埋葬落阴府，伫死人中国活。上天下坐伫全能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教会信仰相通，做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们的启印，启印文第54篇。启印文第54篇，马太福音第5章。心灵善笑的人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行的人真有福气。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出尽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这是咱共款做伙来祈祷。我要仰望黄山，我的帮助对倒位来？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你的脚摇错，保守你的脚无拄久，保守以色列的神无拄久，嘛无困去，保守
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咧咱的正边做咱的保护。你是日头无伤咱，暗暝月嘛无害咱，因为耶和华要保守咱，免受一切灾害，要保守咱的性命，日出日入，直到永远。感谢主，即届的新冠肺炎嘛已经渐渐得到控制。感谢咱的政府机关，咱的卫福部，侪人用心拍拼，无眠无日的付出。希望侪人爱有感恩的心来看待，上帝赐下公义、公平、反省、谦卑、理性。搁再来11月底的选举，求主保守咱台湾人民早会当明白福音，明白即个世界的公义。希望上帝即个代志做王掌权，会当着即个世界得到和平。祈祷无够野，我要用主祷文安尼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临到，你的旨得成。阮的日时尽量愿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嘛有赦免过负阮的人。就叫阮较离迄歹，阮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即时，咱来享受上帝话来赞美圣歌队要唱，伫个即个神圣的时刻，请圣歌队。
这是咱要看圣经雅歌2章2、3节，圣经迄落雅歌第2章第2节到第3节。反着听我读。我所疼的，伫遮的查某囝的中间，亲像请来百合花；我所恋爱伫遮的查甫囝的中间，亲像树林中的苹果树。我真欢喜坐伫咧伊的蔭影，伊的果子我食落真甜。这是咱今日的见道。建造的信仰是乌老人甲接受乌老。那么，请咱本堂的教牧师。好嘞，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搁再同聚集，伫伊的施恩宝座前，咱伫遮同心敬拜。咱大声搁再一摆来祈祷。亲爱的圣神，阮欢迎你来到伫阮的中间，互阮通过你的启示帮赞。通领受上帝的话语，起造阮的灵命，献上阮的祈祷，奉靠最后所祈祷的圣名，阿免。然后这伫咱成长的经验中间，是互人学乐的机会较侪，还是互人责备的机会较侪？咱大心思考看觅，伫咱成长过程迄个经验中间。互人学乐的机会较侪，还是互人责备的机会较侪？检在伫华人的文化中间，咱比较较无容易得到别人的学乐。咱拢会认为将代志做好势，本来就是咱每一个人应该有的责任，毋是为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咱才认真去做这个代志。若是咱只是要得到别人的学乐，才用咱的全力去做代志，迄不过是一款虚荣拿定。所以，咱会发现，较中一辈的人，真少会将迄个学乐的话下伫喙内。检在咱也会通发现一个真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寡真少开喙，甚至是无开喙来家己的囡仔讲学乐的话，即款的家长。互因伫咧面对别人、对家己囡仔伫讲学乐的话的时阵，因的反应可能有2款。第一款就是无啦，伊无亲像你讲遮尔好啦。还是讲伊安尼做不过是尽家己的本分拿定。咱细汉有即款经验无？你真努力做甲真好，别人来甲你学乐，爸母听到了后讲。无啦，迄无影啦，无遐尔优秀啊吼。还是讲着尽伊家己本分，安尼拿定。请问，若是咱是即个互人学乐的囡仔，当咱听到家己的爸母安尼回应的时阵，咱是毋是会感觉家己所做拢无采共？当然，对遮的家长有即款的回应，真有可能是因迄个原底成长的家庭，迄款的。经验就是讲，因真少互人学乐，所以因毋知影怎样去知影讲学乐对一个囡仔迄个成长，其实是有正面的即款的意义甲帮赞。其实伫我家己的印象中间，我细汉嘛是真少互我的爸母来甲我学乐，较侪拢是甲我拍，还是讲甲我教示，还是讲责备较侪。我会互因学乐较侪原因，是因为有听话啦还是讲有完成因指定的工作，还是讲得到好的成绩，伫学校有好的表现，
毋是讲老师每一工敲电话来讲，明智的妈妈，请你明仔载来学校一桌安尼吼，安尼可能知影食力啦吼。所以伫我生命的中间，我的生命还袂互主耶稣来恢复、医治、进前，其实我是真少讲恶劣的话的人。我较侪所讲的拢是责备，也是讲是搁批评。若是咱对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过程来看这个万物甲人类的时阵，咱就无学得发现，每一项受造物拢是上帝伊特别用心来创造的。对上帝伫每一工伊创造以后所讲的话，伊安怎讲？伊讲上帝看伊是最好的，上帝看一切所受创造的，这拢是好的。咱知影讲上帝伊真满意伊所创造的结果。对安尼，咱知影讲伫上帝的目睭中，所有的受造物拢是伊真完美的作品，也拢有伊特别的所在，无人会通去否定伊存在的价值。既然人类拢是照上帝的形象甲款式来创造，真自然就会通得到甲上帝同款的眼光甲属性。所以，当咱咧看这个世界的万物，甲咱身躯边的每一个人的时阵，就要用上帝的眼光来去看咱身躯边所有一切的物件。咱就要去欣赏。甚至，咱伫咧欣赏的过程，会因为每一项创造物拢是独一无二的，咱感觉真戆眼。咱会生做即款，咱会生做即款。有影若是咱有用心来观察自然界，就会发现讲，树仔顶的叶仔，无一叶，甲另外一叶是生做共款的，特别是迄个叶尾。迄个叶脉，咱若较等一礼拜煞去外口看觅迄树叶叶尾，你绝对袂看到讲伊是生做共款的。自然界的动物，亲像讲迄个斑马，因为斑马迄个条纹，嘛无一只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我毋免讲，咱讲双生仔囝，这双生仔囝，咱讲生了真神啊！但是，阁有一寡无共款的所在，无迄个生做一模一样即款的人。所以真可惜，自从人类的祖先违背上帝的命令，食迄丛分别好歹的果子以后，原本存在伫人类生命中间，迄个甲上帝共款的属性，即款属性会通帮助咱甲上帝有好的连结。就受到撒旦的迫害，白贼话，互人类开始彼此伫遐互相摇来摇去，也是讲有怨恨、嫉妒，甚至是结怨仇，直到生出迄个暴力，迄个暴力出来，彼此伤害，互相竞争比较。咱知讲人类第一件即个谋杀案，就是发生伫即款的原因下面，就是该阮杀死的兄弟亚伯，因为怨恨，因为嫉妒，直到该阮杀死亚伯。所以咱无学得发现，一旦人若离开上帝以后，伊的生命就会孤单，到伫死亡。有影甲上帝若是失去连结，就是关系破坏，迄款的人，好像就是风吹的线断去啊，伊就会失去控制，随风漂流，最后伫空中坠落，然后摔到脆糊糊。总是上帝为着要互即个错断的线，会通重新来恢复连结，通互世间人恢复原来上帝创造迄款的款式，就是甲上帝同款的属性。伊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将迄条
错长的线，搁再是拜来连接起来。当咱所有信靠耶稣的名的人，拢会通真心恢复上帝的形象甲款式，也恢复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这就是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这对情侣，还是讲这个拄新婚，拄新婚的翁仔某，因目睭中所看到的。今日咱所读的经文真短，短2节，但是咱看出讲，迄作者所要表达出来，男女中间迄款的爱情。点使有人对雅歌这本诗歌，是比较停留伫男女相听这款的诗篇的印象，因为伊的内容是咧描写一个男子甲一个女子互相意爱，伫遐讲一寡真甜蜜的话语。总是犹太人因认为这本册是咧描写上帝甲伊的选民，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关系；也基督徒因搁较认为这本册是咧描写基督徒甲教会的关系。总共来讲，雅歌会通看作是一本描写起造关系的作品。要起造什么款的关系？就是人甲上帝的关系。人甲家己的关系，人甲人的关系，以及人甲万物的关系。实际上，当咱真心甲上帝建立好好关系以后，除了本身会通恢复原本上帝迄款阳光的形象以外，咱伫咧看身躯边的每一个人，嘛会通看到因的生命中有上帝的阳光。就好亲像我用做听真实来听你这首诗歌所描述的，因为我看见你内面有王的阳光，所以咱看到每一个兄弟姊妹，看到的拢是上帝的阳光伫咱的生命中间。也即款的感觉，就亲像咱拄去看到迄个拄出世的婴仔共款。咱若抱过拄出世的婴仔，就感觉讲真古锥嘛吼。伊每一个角度拢看起来足古锥的，伊每一个表情嘛是看起来拢足古锥，毋管是咧笑还是咧哭，拢会讲足古锥的，足古锥的，每一个动作拢感觉真可爱，拢得人疼，拢实在是真美好。当咱会通看见咱彼此中间拢有上帝阳光的形象，也愿意对咱的心内甲伊呵乐的时阵，就人甲人中间的距离会通愈来愈远近，咱会通彼此来欣赏。伫今日经文中间，这对新婚的夫妇，就是因为彼此恋慕，因看见的就是彼此特别的所在。伫经文的中间，新郎有指出，我放到倒位啊？好，新郎有指出，伊讲我的爱人伫查某囡仔中间，亲像刺皮内的百合花。新郎讲了，新娘安怎回应？伊讲我亲爱的伫查甫囡仔中间，亲像树林内的苹果树，我真爱坐伫伊的荫下。伊的果子我食起来真甜。恁听这两个人的对话，你会感觉好肉麻。虽然新娘一开始，咱来看第2章第1节，咱今日无读这段经文，咱会通看圣经中间第2章第1节，新娘伊认为伊只不过是沙伦的玫瑰花。沙伦伫原文中间，伊其实就是迄个平地啦，平原啦，平原地的即个玫瑰花。你去过以色列就知影讲，即款的花真殊常，真平凡的一蕊花，常常看会到一蕊花。然后山谷中间真平凡的百合花。伫即个以色列常常拢看会到玫瑰花甲百合花，所以无啥物款稀奇啊。
新娘讲，我就是即款的人啊，无啥物款的特别。但是伫新郎的眼中，就是今仔咱经文所看到，伊是亲像百合花伫刺皮内面，遮尔啊醒目啊！一张伫咧刺皮内底，忽然间有一张百合花，你会感觉真奇怪，真特别，真无世常。我参像咱俗语咧讲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就是遮尔啊特别。新娘看到新郎，就好参像啥啦？树林内面的一丛会通结实满满的苹果树。这个树林其实伫原文的意思是讲，还未开发的所在，还未开发的一个野地啊。伫还未开发的野地中间有一丛苹果树，会通结实满满。迄果子食起来有够甜啊！我迄阵甲无顺利去北海道蜜月旅行的时阵，我们卖迄个番麦嘛，咱毋知去食过无吼？迄卖番麦，伊的外口开一块空板，迄个咧卖迄个空板，伊才讲，玉米，伊爱写番麦夭寿甜啊，迄真正，你讲伫迄个野地中间会通有一丛苹果树，迄果子遮尔啊甜。互人感受甲实在是真甜蜜。然后你通坐伫树骹，迄坐伫树骹就是一款受到保护的情景。兄弟，咱伫教会中间会用什么款的角度来去看咱的兄弟姊妹？咱是毋是愿意学习经文中间即对拄新婚的翁仔某，因为看待彼此拢有上帝荣光的形象，所以甲伊的另外一半肯定，并且带有爱慕即款的心意。咱会通想看觅，咱要用什么款的角度来去思考，来去看待咱的兄弟姊妹。点解有人会安尼讲？讲迄个情侣，情侣也是讲翁某拄新婚的翁某，迄中间彼此会讲一寡娱乐的话，真自然啦，也是讲去接受即个娱乐的话，迄是比较较容易的代志。好亲像拄则有讲，迄个情人眼里出西施嘛，所看到咱是美好的。有影伫今日讲道一开始，我就有指出，设使彼此是亲人的关系嘛，无拄拄。会常常将迄个娱乐的话放伫喙内，何况是咱伫教会中间拢无血缘的关系。咱伫教会的中间，虽然讲是肢体，但是咱到底有偌侪时阵会通听到兄弟姊妹中间常常对兄弟也是姊妹讲娱乐的话。所以刚才。咱伫教会要去学习即款的功课，要需要来努力。那呢，咱是要怎样学习彼此娱乐、接受娱乐的功课？第一项，信仰群体彼此的关系就要和睦。咱要学习的第一项功课就是，咱的关系就要和睦。诗篇133篇诗人伫遮有指出。兄弟姊妹做伙徛起，哪尼啊好，哪尼啊欢喜。伫这段经文中间，咱知影要起造一个健全的信仰群体，就要用和睦来做基础。这包括甲上帝和睦、甲家己和睦、甲人和睦、甲万物和睦。也只有伫这个基础稳固以后，这个信仰的群体才会通带出。好，搁欢喜，至到咱会通彼此来欣赏。其实一个甲上帝关系无好的人，一定真困难，身心实意来敬拜上帝。我较毋免讲，伊要开喙讲出娱乐上帝的话。
伊若是甲上帝关系无好，一定每一工拢安怎埋怨上帝，甚至伫遐感觉上帝无公平。即使伊伫众人的面前，会通表现了真敬虔，每一个主日拢来参加礼拜，逐个吟诗的时阵嘛会通吟诗。总是咱会通对于甲兄弟姊妹中间互动的关系，会通看出，伊若是充满埋怨、批评、比较，咱就知影讲，即款的人不过是咧搬戏拿定。耶稣讲，即款的人就是安怎？假好的人。假好的人，伫原文的意思就是演员啦，戴面具。以前演员就是爱戴面具啊，迄个，伊毋是做家己啊，伊是做迄个伊演出来的人。所以使徒雅各伊捌甲因警告讲，咱用喙舌讹落主，咱的爸，嘛用喙舌咒诅照上帝家己的形象所做的人，感谢甲咒诅的话，拢对共一个喙出，兄弟姊妹，安尼是无应该。兄弟，既然是甲上帝的关系和睦的基督徒，伊的性命真自然就会通生出和睦的 DNA， 这上帝予咱的 DNA， 伊会将上帝的美好、伊的良善显明出来。毋然呢，伊会通看见每一个人的性命中间，拢会通有值得学乐的良善甲美好。所以咱通看咱身躯边的每一位兄弟姊妹，你看到伊的性命中间有啥款特质？有值得咱学乐的吗？有值得咱甲伊鼓励的吗？第二，信仰的群体就要学习用心观察，并且学乐彼此的优点。坦白讲，伫人甲人互动的中间，常常拢会有比较，也是嫉妒的心态。对到咱目睭所看到的，拢是缺点较侪过是伫优点。看到这个人，哪会，遮尔侪缺点，优点拢无。所以咱真学得对遐甲家己接触的人，讲出学乐的话。有一个人去拜访一个结婚超过60年的新婚这个夫妇啊，毋是新婚结婚超过60年的夫妇。然后伊问这个太太讲：你丈夫的缺点有偌济啊？这个妇人人就应讲：伊的缺点好亲像天边的星遮尔济。然后伊佫讲：安尼你的丈夫的优点有偌济？伊讲：我的丈夫敢若一个优点，亲像日头啊！伊听了感觉真戆硬，讲：安尼你哪会当甲伊结婚遮尔久的时间？超过60年，佫遮尔疼伊的。这个妇人人就应讲：因为当日头出来的时阵，星就看袂到啊。所以当优点出来的时阵，这个缺点就拢看无。原来一段的婚姻是毋是会通久长，是在伫咱所看到的焦点是啥物？咱是将焦点下伫迄个人的缺点，咱一定感觉这个人真歹斗阵，甚至无想要甲伊斗阵。即马是安怎离婚率遮尔悬？迄个理由拢真简单，因为个性不合，对啊。都行袂落啊，行袂落当然就个性不合啊。咱有偌济时阵，咧看到咱另外一半伊的优点，较侪过伊的缺点。捌有即个食物学家，伊栽种2丛树啊，然后伊对第一丛树啊，每一工拢讲好听的话，拢甲伊学乐啊，讲足好听的话，互即丛树仔听。另外一丛树仔，伊是拢讲一寡恶毒的话，拢甲伊咒诅，甲伊惹骂。过无偌久，这科学家发现讲，即丛树仔，一直甲伊学乐的即丛树仔，
伊生了真茂盛，结实满满，然后真健康。但是另外即张一直咧甲伊咒诅、骂骂、讲恶毒的话的树仔，煞哪冷去啊，哪孤单去啊！所以这个感觉真有意思。哪会发生这个代志？有当时咱讲迄个是不是无，敢若无人性还是讲无性命？但是你通过这个话语甲伊讲话，既然发生这款的代志，亲像安尼，咱伫信仰的群体中间，嘛是爱学习用心去观察彼此的优点，并且常常互伊正面的学乐，这互咱的关系愈来愈密切，也会通过安尼去补足彼此中间迄个无完全的部分。保罗先生捌甲咱勉励，讲歹话拢毋通讲，颠倒着讲造就人的好话，互听到的人得到利益。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要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有影若是咱拢愿意用较侪即款欣赏别人的优点，也无感觉讲练习互伊家己学乐啦你真正足好诶。信仰的群体真自然就会通有一个向前行的气力，即款的力量，常时也会吸引人来军队即个信仰群体。第三，伫信仰群体的中间，就爱会通接纳彼此中间的特别，迄款的独特性。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前书12章有提起，每一个基督徒拢是基督的身躯的机体，就是教会的机体。所以无有人会通讲我无需要你，因为身体若欠缺某一个机体，迄个机能就会丧失，甚至会破病啊。一个人伊若是讲一个所在无拄好，伫遐艰苦的时阵，就是规人拢艰苦嘛。袂讲干那伫迄个所在艰苦啦。咱若手镜头去互尖歪着的时阵安怎？就伫遐疼敢若是规身躯拢在疼共款。所以保罗先生有安尼甲咱提醒，伊讲咱即个遐个较好看的机体，就无需要装他。上帝将身躯安排好势，互遐个较无重要的机体得到较大的尊重，通互身躯免递到分裂，颠倒互逐个机体互相照顾。机体甲机体中间是互相照顾，毋是伫遐批评。伫迄个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这首诗歌中间的歌词安尼讲，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唱走往祝福的方向。伫这个所在点出一个事实，就是你我不一样，咱拢无共款。虽然安尼，咱是因为上帝的疼，因为基督的疼，合做一体，成做基督的身躯。现在伫教会中间，咱讲要彼此接纳，真正无简单啦。因为每一个人拢是独一无二，生了无共款，个性无共款，想法无共款。但是这一切拢因为基督的缘故，互咱学习彼此接纳的功课。所以当咱会通学习彼此接纳迄个对方的特别的时阵，咱就会通知影讲，要用耶稣的眼光来看见、来学乐每一个肢体，互伫信仰群体的中间的优点，就是迄个人的温素啊。咱看到这个人有啥物款的温素？毋然呢，咱会通用正确的方法去分配时间，也是甲人同工，通起造基督的身躯。所以咱看到这个人，伊有这款的温素，有这款的优点，
咱家己下伫迄个正确的所在来做事工，安尼迄个事工就会安怎有搁较大的进展。你若现着所在，当然就是安怎会有一寡冲突发生。所以咱会通去观察别人的优点、别人的温事，然后邀请伊来参与伫事工的中间。我相信教会就因为安尼来大大兴起。两兄弟，咱顶一摆伫教会中间学了别人是伫什么时阵？也咱顶一摆接受别人的学了，阁是伫什么款的时阵？检测咱即个时阵会通互相小可看一下有啥物款优点？你敢讲会出来？若是翁仔某，对方有啥物款的优点？比如讲，真着长老，真热情，真有服务的心，实在是值得咱来学习的。看到伊每一摆真认真咧种外口花园的花的时阵，我就感受到讲，哇，伊实在是真热情啊！检测咱较等一礼拜煞彼此分享的时阵，咱头一项就是去讲对方的好话啊，甲伊学乐，甲伊鼓励，互伊知影讲，原来你有咧注意我。其实缘起头上帝创造人类的时阵，就是已经将迄个彼此学乐的属性下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上帝本来就是一个不吝惜甲人学乐的天父，咱会通对万物的创造以后，上帝拢感觉真满意，知影个这样事。也既然安尼，上帝也毋望咱会通学习彼此学乐、勉励即款的功课。虽然罪破坏了一切受造物和睦的关系，但是通过主耶稣的救赎，已经恢复万物原来的款式。所以，咱就要常常用学乐的话彼此来坚固，毋通阁白贼话，就是撒旦伊常常利用的计谋来分离咱的关系。亲像箴言，伊伫25章10节所讲的。伊讲话合意，亲像金苹果，上伫云盘，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咱拢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互咱会通学习来看见、接纳也学乐别人的优点。当咱拢会通用即款的方式互相对待的时阵，相信咱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躯，一定会通充满主的荣光、主的见证，会通吸引更较侪较无的人来明白福音。所以今日咱爱学习，做伙学习的功课就是，因为我看见你里面有王的荣美。咱会通来看对方一下。对伊讲，因为我看见你里面有王的荣美，来，这位讲啊，因为我看见你里面有王的荣美，这是咱爱学习的功课。伫教会中间，咱来通搁较用较侪学乐，搁较侪勉励，我相信咱会愈来愈和睦，愈来愈和睦啊，愈来愈合做一体。这是基督毋望咱会通坚固即款的功课，请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当初你创造阮的时阵，就将你的形象甲款式下伫阮的身上，互阮也会通甲你共款。主，你爱阮学习彼此讲好听的话，彼此学乐。彼此勉励，实在是因为你也有这款的属性，所以当这个世界创造了后，你对这个世界所讲的，就是你看了是最好的。主，阮知影，
有时阵虽然阮是遮尔无共款，包括阮的外貌阮的个性，也是讲阮的想法是遮尔无共，但是阮也是会通学习彼此接纳的功课。阮认真来去熟悉，知影每一个人的性的时阵，阮就知影要怎样甲伊有和睦的关系会建立。这毋是因为阮有啥物款的才调，是因为你将你的疼大心下伫阮的中间，互阮学习用主的疼彼此来款待，学习用主的疼互相来欣赏，煞互阮知影，阮每一个人拢是遮尔特别，拢有上帝互阮无共款的恩赐。也你互阮遮尔特别、无共款恩赐的目的，是为着要起造教会。求你帮助阮，互阮通过伫这中间互相鼓励、互相学乐、互相学习，阮通互教会成做充满上帝荣光的教会。主啊，互你通过赏赐互阮无共款的恩赐，阮伫遮用见证来起造教会，煞互一寡也未认捌耶稣的人，因为看见阮和睦的关系，就愿意亲近阮，因阮知影这是你爱阮去成做更较严、真要紧的信仰见证。主，互阮有即款的气力，继续来为主征战好的征战。献上我的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信息543首，信息543首。我爱学主的款式，我爱学主的款式，学无紧受气。伊无怨恨甲怜悯，常常温柔谦卑。我爱学主的款式，伊捌伫个高山，前甲才等天平三甲见面。我爱做伊的学生，请起立。请坐，这是咱们的举行圣礼地，请牧师。咱同心来吟圣诗363首，3到8饼，咱同心来跪落。
请咱备万心，甲主同坐倒。三甲八饼，人同心来归乐。三甲八饼，人同心来归乐。当我虔诚归乐，明清早光明日头。主求你的名光，三甲啉杯，咱同心来归乐。三甲啉杯，咱同心来归乐。当我虔诚归乐，明清早光明日头，主求你的名光。三甲乐，咱同心来归乐。三甲乐，咱同心来归乐。当我虔诚归乐，明清早光明日头，主求你的名光。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凡那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枵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着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所讲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的。因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伊有摕饼起来祝谢，对伊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伊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伊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伊有摕饼起来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心来感谢上帝。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性来审判阮，也审判这个摆伫你的面前所想事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这个对性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诚侪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个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美容长老甲侍奉长老来服侍。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
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欢迎已经接受圣灵洗礼、献身礼的兄弟姊妹，咱无分教派，拢会通来领受主的身躯。这是基督身躯为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个来领受。主要所讲，这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见了恁的时，就行伊来纪念我。请水泉长老、甲师父长老来服侍。主要所讲，这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见了恁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杯就是新约伫基督会设立的，见了恁的事就行安尼来纪念主耶稣，三脚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脚伫地。请咱同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
做培养阮灵魂净化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因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这是咱们应答上帝话来奉献，请请起立。请坐。报告大仙，咱先来读今日的经句。台语读2遍，华语读1遍。讲话合宜，亲像金苹果，上帝的云盘。正元25章11节。讲话合宜，亲像金苹果，上帝的云盘。箴言25章11节，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里。箴言25章11节。这时咱来看关渡家训。今日主日举行圣礼典，互咱搁一届照着主耶稣所记的思想，伊的慈爱甲恩典。并会当遵行伊所吩咐的大诫命才大使命。今日下晡1点半要召开小会，请小会长老务必出席参加。这礼拜3 9点半，长青团契要聚会，要用弹力带运动一起打败肌少症。他们邀请王义胜职能治疗师来主理。欢迎兄弟踊跃参加。这礼拜3，早间祈祷会，早间有牧师来主理，祈祷会有美凤长老来主理。欢迎兄弟踊跃参加。社青团契这礼拜6要举办金山体验亲子农村挖地瓜的活动，要参加的使用指示来报名。预计迄天的9点，爱一个金山台大分院集合。后主日要邀请鼓山教会黄义莹姐妹来本会见证分享。第8，本会已经开始主日礼拜了后的小组聚会事工，请兄弟以分组的名单踊跃参加。各界消息咱家己看，有9月24、
买去三支净滩，大岛生活澳洲的工地，咱有家己看。第5面风险报告有出入的，咱就咱的会计来更正。以上报告，请查某师来补充。咱这拜三相亲团契聚会是要有这个弹力带运动吼。弹力带这个老师会准备，所以咱毋免准备弹力带吼。欢迎咱的兄弟做伙来参加。咱今年8月份到10月份，拄有甲马偕护专这边有合作，所以这个讲师是马偕护专这边因替咱安排，讲师费嘛是马偕护专因来替咱支出吼，所以咱多谢这个马偕护专因这边吼，甲咱有这个合作的关系。过来就是拜六社青团契的这个活动吼。咱若有要报名，有诶是伫迄个咱的社青的群组一定有报名吼。但是咱若是毋知影讲要伫群组报名，请咱今日会通细项接数来报名，互伊较好安排即个人数吼。伊主要是中昼食饭啦吼，知影讲迄个人数有偌济，所以请咱有要去的，则请细项接数来报名。即个告解消息，即个嘛是真要紧的代志吼。9月是有要去三芝来净滩，净滩其实是咱教社部吼，咱中华教社部差不多每一年拢会举办的活动。每一个人报名费是200块，一直到报名到8月底吼。因为咱这顶悬是写北区的报名联络人是北投教会杨牧师，但是咱若是有要报名的。嘛会通正道长老报名，伊即马嘛是教社部的部员吼，所以咱会通来伊报名，爱量早啦，因为每一区拢简单安排2台游览车嘛，我听讲金芳一定招1台半吼，所以咱来赶紧啦爱赶紧报名吼，互即个教社部较好安排即个车辆，甲即个因为中昼要食饭嘛吼。这拢真要紧吼，再互因会通较好按来迄个人数吼。所以有要参加即个活动的，报名费200块，包含车主保险、中昼顿甲礼品吼。即个200块会通领真侪物件，嘛食袂歹啦吼，听讲是食袂歹吼。欢迎咱来参加啦吼。好，伫遮咱。真久无看到生汉啦吼，因为囡仔细汉吼，惊讲这拄真几个月拢疫情的关系吼，所以拢较毋敢带囡仔出门吼，所以咱嘛欢迎生汉吼。绵绵个囡仔拢带去3楼吼参加助理吼，咱因为之前囡仔嘛是有确诊嘛吼，全家都确诊了，这有当时啊。一个家庭确诊，就全家拢确诊吼。咱顶礼拜有讲到即个卫庭甲卫民嘛吼，嘛是因为卫庭大生确诊了去互迄个卫民去卫着吼，所以咱确实是爱伫即个家庭的中间较注意的吼。好，咱接续进入到伫咱大岛的部分吼。今日咱要为着隐性兄甲阿西这个家庭来大岛。感谢主啦！因为顶一摆去探访隐形兄甲也是这时阵吼，有甲隐形兄鼓励啦，讲是毋是来领洗礼安尼吼，伊也真正面来回答讲好啦吼。但是尾后伊的大汉囝知影即个代志了吼，就是小可有甲伊主动因为大汉囝是咧医院斗的吼，甲伊的大汉新妇吼。所以咱特别替隐形兄来祈祷啦，互伊有即款的决志，都毋免去担忧啦吼。伊就讲互阿西这甲缀伊第2、第3个来教会就好，伊缀伊大汉囝安尼吼。咱下伫祈祷中吼，伊有即款的决志，咱就继续祈祷期待迄个上帝是上适合的适当的时间，咱会通去替隐形兄。来家己行洗礼吼。
好这是应生兄甲也是这个家庭接续咱公道的事项咱为着国内有几个活动来代祷啦拄则有讲到即个拜六即个拜六有社青团契的活动过来9月24有即个净滩的活动过来10月23就是咱教会的亚华礼拜咱对去年开始安排讲要去桃园复兴的三民教会结果因为疫情的关系，一直迁迁到10月23莫阁迁啦咱替即个咱10月23的亚华礼拜来祈祷求主互咱即个行程一切拢顺利其实就是拢照顾迄个行程拢照顾只是讲互咱的时间确实会通顺利来进行过来就是咱每一年12月，咱知影讲就是圣诞节圣诞节的活动咱开始有做一寡安排甲计划咱也为着咱圣诞节的活动来祈祷希望通过今年的圣诞节来通邀请社区的人做伙参与并且也将耶稣基督降生好消息会通分享出去这是咱教会内面需要请兄弟姊妹做伙来代祷的事项过来咱继续为着年底选举来祈祷即几工咱知影讲有一寡消息，互咱感觉真奇怪啦，感觉真奇怪总是咱求上帝亲自伫咱即个选举的过程中间来掌权互咱知影讲民主化的过程无简单啦但是要把握毋通互即个民主化的过程用即款较毋好的方式互伊敢若进行了无讲介好势求主特别来保守互咱年底这较合意的选举照伫上帝的心意，互咱选出咱心目中的首长或者的民意代表最后咱嘛是继续为着疫情来祈祷即个疫情真正互咱到底是要较放松的，还是讲继续安尼甲持守互咱嘛是很难拿捏啦但是咱若是照即个指挥中心的规定安尼来去做的时阵，我相信咱拢会通真安稳来过日子就免紧张咱特别为着拄则所讲的这几项代志，互咱三体来祈祷，互咱同心起立来祈祷。主，阮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通伫你的面前有一个公道的时间，阮为着教会集体，也为着阮侪项教会的代志，甲国家社会代志来祈祷。阮为着也是这甲因生兄这家庭来着来祈祷，感谢你伫通过的也是这会通来感动因生兄，也愿意来明白福音，来接受这个所讲最求主总是阮在也有一寡主动，求上帝你特别来使阮领领，阮上帝你继续伫这这家庭来锻炼，当会通全家归主。阮也为着阮教会过来有这时间来进行，所以你特别来保守，为着8月20社青团契的活动9月24阮特动会教社部的金坛的活动，为着阮10月23也有礼拜的安排，为着12月份阮圣诞节这些时间，求上帝你特别来看顾，为着这台湾疫情，继续来保守护管。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通过彼此代祷，将阮的需要摆在你面前。阮这时阵特别为着应生兄也是这家庭来祈祷，感谢你，互这家庭因为有一人得救，就要全家来得救。
阮伫遮迫切为着应成兄，伊会通认耶稣做基督来祈祷。愿主你感动伊，互伊有即款的决志，要来信靠主，也互伊也有决心来做出行动。虽然我知影检测也有一寡阻挡，互应成兄也无做决定。我知影上帝你的心意较大过人的意念，你要互应成兄因为即款的决志，就来信靠主。阮也特别为着阿师姐伊身体衰烂，求主你继续来医治，互伊腰脊骨开刀了即款的酸痛会通减轻，得到控制。祝阮真期待会通看见因，搁再一摆甲阮同齐来敬拜上帝。求你特别施恩带领这个家庭。阮也为着教会过来种种的事工，也摆着阮的祈祷。这礼拜六阮社青团契要去到金山乌汉寺的活动，求主你，互阮会通有适当的天气，也会通伫迄个所在有真好的活动。阮恳求你，也保守阮教会理事中华教社部所安排正坦的活动。通过阮关心这个环境，阮会通知影阮甲环境是无法度分割。求你帮助阮，会通伫这个正坦的活动中间，阮也看见上帝你创造这个世界的美好。阮特别为着10月23，教会已经准备久久的邀礼拜，会通顺利进行，摆着阮的祈祷。求你，互阮伫这个邀礼拜中间，甲三民教会有好的结连，阮会通彼此关心，互相带导。特别为着12月份圣诞节的时光，求你也替阮开路，互阮有真好的准备甲安排，通将福音的消息通过这个圣诞节来传播出去。阮也恳求你继续来看顾阮伫年底教学院的选举，祝阮知影这个选举是一个民主国家真正常咧进行的代志。总是有时阵，阮因为无够成熟，阮互这个民主化的选举，煞伫遐互相攻击、抹污，产生无好的这个结果。求主你特别来保守，互阮的百姓拢会通有真清楚的这个意念，知影选举是一个你为阮备办的一个过程，互阮会通珍惜，也会通知影怎样来使用阮所有的权利。阮特别也为着台湾疫情，求你继续来怜悯，互阮也渐渐会通适应伫即个疫情的中间，阮无搁再有紧张，也是惊吓。愿主你怜悯台湾，怜悯全世界，互这疫情会通搁较稳定，互阮也渐渐会通恢复阮原本的生活。阮伫你面前安尼献上祈祷、恳求、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这是咱们来用祝福诗394首，这是礼拜伫要煞，了后请牧师来祝祷。最
坚固，亲像不经落花露，世间艰苦无实质，天堂安乐永福气。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性的相通甲感动，甲恁众人常常三到地地，对这事直到主过来，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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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灭道必会。